各位朋友，歡迎嚟到越聽越順心。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喺無數個瞓唔着嘅深夜，坐喺床邊拎住手機，想傳個信息俾仔女問一句：你忙唔忙啊？食咗飯未？但係你嘅手指喺熒幕上停咗好耐，打好晒字，最後又一字一字抹咗你同自己講：算啦，佢哋返工咁辛苦，好不容易放假休息，我唔好去打擾佢哋啦。人到晚年，好多老人家內心深處最深嘅孤獨，唔係物質上嘅匱乏，而係對仔女小心翼翼，又想靠近，又驚打擾嘅酸楚。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扎心，但係每個人都避唔開嘅真相。好多人以為仔女對你孝唔孝順、親唔親近，要等到自己老咗病咗，躺喺醫院病床上嘅時候，先能夠睇得清楚。但係現實嘅因果卻好殘酷咁話俾我哋聽，仔女第時對你孝唔孝順，其實喺佢哋30歲嗰年，就一早已經注定咗30歲係仔女人生嘅一個分水嶺。喺呢個年紀，佢哋開始有了自己嘅事業、自己嘅伴侶，建立咗自己嘅小家庭，佢哋嘅性格、價值觀同生活習慣都已經完全定型。佢哋嘅心入面究竟會留幾多位置俾父母，喺呢個時候就已經一清二楚。你可能會見到有些老人家嘅仔女好出色，做律師、做醫生，出人頭地。佢哋每個月準時過數，俾8000蚊甚至10000蚊家用，逢年過節禮物補品一樣都唔會少，電話問候也客客氣氣。但係老人家心入面依然覺得好凍，因為仔女嘅語氣客氣得像一個陌生人。佢哋好少返嚟食飯，你生病咗，佢哋只會出錢幫你請最好嘅護工，卻從來唔願意抽一餐飯嘅時間喺床邊陪你傾兩句偈。呢種孝順叫公事公辦，冷冰冰冇溫度。而相反，有些老人家嘅仔女好普通，可能只係做裝修工、文員，賺錢唔多，佢哋冇辦法俾好多家用，但係佢哋每星期風雨無阻，必定帶埋家小返嚟陪你食餐飯。你頭暈感冒，佢哋第一時間跑過嚟守喺你身邊。呢種隨叫隨到嘅溫暖係多數錢都買唔到嘅。到底仔女嘅孝順係出自真心嘅溫暖，定係迫於無奈嘅客氣？為咗幫大家解開呢個關於家庭因果嘅心結，等我哋一齊重溫傳奇國學大師岑日飛先生生前嘅智慧開示。岑日飛先生一生雖然坐喺輪椅上面，卻用一種最清澈、最超脫嘅旁觀者視角睇透咗呢個塵世間最繁雜嘅家庭糾。佢精研已經數十年，對於父女父子之間嘅因果關係有着極其深刻嘅體會。岑日飛先生生前曾經留低過一段好令人深思嘅話，佢話30歲注定嘅其實唔係命運，而係父母同仔女之間一早建立落嚟嘅相處習慣。聽到呢度，如果你都曾經為咗仔女嘅疏離而感到一系統失落，或者喺呢個深夜對仔女與父母之間嘅微妙關係心生共鳴，不妨先點個讚，等平台將呢份溫暖嘅智慧推薦俾更多喺迷惘中嘅老友記。同時都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最真實嘅想法。喺你嘅仔女或者兄弟姊妹之間，你係咪都經歷過這種冷冰冰嘅客氣？你有多耐冇聽過仔女發自真心嘅一句關心？你哋每一次傾訴同點讚，都在凝聚一份心安嘅力量。下面等我哋一齊靜下心嚟跟隨飛哥嘅足跡，用易經家人卦嘅智慧去傾下第一重因果。點解你嘅過度犧牲換不嚟真正嘅孝順？有一個老人家，我哋叫佢做梁叔。梁叔喺一條舊巷嘅角落做咗40幾年嘅收表匠，
佢每日雙眼帶住個放大鏡，喺微弱嘅燈光下，用細鑷子去夾那些細如沙粒嘅齒輪，因為長期維持同一個姿勢，梁叔嘅頸椎嚴重變形，視力也早早退化。街坊勸佢：梁叔去做手術啦，賺咁多錢要顧下自己身體啊！梁叔總是搖搖頭，一邊廢起雙眼，一邊話：唔得，我個女喺新加坡讀金融，學費好貴，我手一停，佢那邊就斷供，我辛苦啲冇所謂，最緊要個女有出息。後來佢個女真係好有出息，30歲就成為跨國對沖基金嘅合夥人，年薪幾百萬，出入嘅都係高檔寫字樓。但係當個女過咗30歲喺新加坡定居之後，梁叔嘅晚年卻陷入一種無聲嘅悲涼。個女喺太古城幫梁叔買咗一套大單位，請了保姆。個女對梁叔好唔好？每個月個女嘅秘書都會準時打電話過嚟：梁叔，晴晴姐這個月嘅20萬加用已經過咗數，你查收一下。逢年過節，晴晴姐會用快遞送嚟最名貴嘅名表燕窩，但係河伯唔係，係梁叔。梁叔幾乎聽唔到女兒嘅聲音。有一次父親節，個女因為要喺紐約開會，無法翻嚟，佢打電話俾梁叔：爸，我幫你喺米芝蓮餐廳訂咗最貴嘅外賣，已經送去你屋企，你慢用那一晚。梁叔一個人坐在幾百縷嘅空曠豪宅入面，對住一桌精緻卻已經涼掉嘅高級法餐，眼淚無聲咁流落嚟。佢一世都喺度幫人哋修理時間，精密準確，一分一秒都不能出錯。而佢個女也活成了一個精密嘅金融機器。個女將孝順當成了一個投資數目，用金錢去量化，用秘書去外判。他知道梁叔充足嘅物質，卻唯獨沒有其他一星半點嘅時間與溫度，這就是冷冰冰公式化嘅孝順。而相反，我哋再睇下第二個老人家蘭姐。蘭姐一世都喺一間幼兒園做校車保姆，佢每日要幫無數個細路抹眼淚、扣安全帶，賺嘅都係辛苦錢。佢個仔阿成讀書唔叻，30歲嘅時候只係個普通嘅冷氣技工，每日喺高空冷氣機外機旁邊暴曬，雙手結滿咗老繭，賺嘅都係血汗錢。阿成給不起幾萬蚊嘅家用，但係阿成每逢星期三和星期日放工，必定會順路跑過嚟蘭姐嘅老屋。一入屋，阿成就會一邊用裝手擦汗，一邊笑嘻嘻咁話：媽，我今日喺客人家裝冷氣，順便要咗幾個靚橙拿過嚟俾你甜下喉嚨。看見蘭姐屋企嘅電風扇有些噪音，阿成會立刻拿出工具，將電風扇拆開，清洗上油。佢一邊咁和，一邊同蘭姐講地盤上嘅趣事，逗得蘭姐哈哈大笑。蘭姐牙痛，阿成請咗半天假，少賺咗幾百蚊日薪，硬要陪蘭姐去診所看牙醫。在診所入面，阿成緊緊抓住蘭姐布滿皺紋嘅手：媽，唔使驚，醫生好溫柔嘅，等陣食完藥，我幫你煲粥。蘭姐雖然沒有住進太古城，但係佢嘅晚年充滿了人間嘅煙火氣與最真實嘅溫暖。點解會有咁樣嘅差別？飛哥喺講授易經時，曾經一針見血咁指出，30歲注定嘅其實係父母同仔女之間一早定型嘅能量交換方式。梁叔年輕時為咗供女兒讀書，過度犧牲自己。佢用沉默同拼命工作，將自己簡化成了一個提款機。佢從來冇時間陪個女去公園，冇時間同個女傾心事。佢無意中傳遞幾個女嘅價值觀是：只要我出錢，你就有出息。我們之間嘅聯結是金錢同回報。當個女30歲，用華爾街嘅金融思維去計算一切時，他自然會用最理性、最省事嘅方式
揻錢嚟完成對父親嘅回報。這是一種等價交換高效，但係殘忍。而蘭姐雖然貧窮，但係從小到大，佢給予阿成嘅是每天實實際際嘅陪伴、擁抱同關懷。佢傳遞給阿成嘅是，無論生活多苦，我們手牽手就有溫度。當阿成30歲時，在佢嘅思維習慣入面，用身體、用雙手、用時間去陪伴和照顧父母，是一種自然而然不用思考嘅習慣。30歲嗰年仔女對你是真心嘅溫暖，定係公事公辦嘅客氣背後嘅習慣磁場，一早已經被你年輕時嘅教育方式親手注定。這就是飛哥叮囑我哋有看透嘅第一重家庭因果。聽完梁叔同蘭姐嘅故事，好多人心中都會有一個巨大嘅問號：點解我付出咗一世，省吃儉用，甚至連自己嘅身體都唔顧，最後換嚟嘅反而係仔女冷冰冰嘅客氣？點解我明明做得比任何人都多，卻偏偏得不到最想要嘅溫暖？為了解開呢個謎題，等我哋一齊翻開易經，看看家人卦風火家人。飛哥鑽研易經數十年，佢喺分析家人卦嘅時候，曾經特別提到易經入面嘅一個核心概念，叫做防閒。防閒意思係在問題未發生之前，就要立好規矩，守好邊界。家人卦講求各安其位，家人卦嘅卦象上面係代表風嘅巽卦，下面係代表火嘅離卦風。自火出，火在內燃燒，風在外面吹拂。已經用這個卦象告訴我們，一個家庭嘅內部秩序決定了這個家庭向外延伸嘅氣場與風水。如果內部秩序錯亂了，火勢失控，風一吹，家就會變成一地雞毛。而家庭秩序最核心嘅一條規矩就係做父母嘅，必須守住自己個位，不能越位，更不能失位。梁叔之所以晚年淒涼，正正就係因為佢年輕時失位啦。佢以為無底線嘅犧牲，將自己一世嘅時間、精力和健康，全部像燃料一樣燒光，去供養女兒，這是世上最偉大嘅父愛。但係易經家人卦有一句非常深刻嘅爻辭：家人嗱嗱，晦烈吉虎子，嘻嘻中論嗱嗱，代表的是嚴肅、規矩同分寸；嘻嘻，代表的是毫無分寸嘅縱容同溺愛。已經告誡我們，一個家庭如果沒有分寸，只有盲目嘅給予同毫無邊界嘅溺愛，最終只會帶嚟遺憾與悔恨。梁叔嘅過度犧牲，本質上係在對女兒進行一場無形嘅情感綁架。當你每天眯起眼睛，在酒巷子裏拼命修表，拒絕去醫院看病，把所有嘅苦難都默默扛在自己身上時，你其實是在無形中在女兒嘅肩膀上壓上了一座名為恩情嘅大山。女兒從小看着父親受苦，內心深處會積攢起巨大嘅愧疚感，這種愧疚感會隨住他長大成人，變成一種沉重嘅情感債務。當女兒30歲成為跨國基金合夥人，手頭上有你足夠嘅金錢時，他最本能嘅反應就是用最快、最有效率嘅方式去償還這筆債務。所以他給梁叔買豪宅，請保姆，每個月過數20萬。他以為我把錢還給你，我幫你安排好物質生活，我就是在報答你嘅恩情。但係為什麼他不願意多打個電話，不願意回來陪梁叔食餐飯？因為愧疚感是人類最想逃避嘅負面情緒。每次面對梁叔那張寫滿了犧牲、蒼老受苦嘅臉，女兒內心深處嘅愧疚感就會被喚醒，這讓他感到無比壓抑。所以他選擇用金錢去外判孝順，用客氣去保持距離。他把梁叔當成了一個債權人，
艾普是一個可以撒嬌、可以傾訴嘅父親，過度犧牲嘅父母，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個苦情角色，最後親情變成了交易，溫暖變成了冰冷嘅契約。這就是飛哥常常提醒我哋要反思嘅義理。為了解釋這個道理，等我哋一齊睇一個大自然入面大樹與支撐架嘅關係。當一棵小樹苗剛剛種下嘅時候，我們需要用幾根粗木頭做成支撐架，牢牢綁住它，保護它不被風吹倒。這就像父母在仔女年幼時給予嘅保護與支持。但是如果這棵小樹已經長了30年，已經變成了參天大樹，而你這個支撐架依然死死綁住它，不肯拆除，會發生什麼事？這棵大樹會因為支撐架嘅束縛，無法自由生長，它嘅樹皮會被木頭磨損，它嘅根部會因為用力而退化。大樹甚至會把這個支撐架當成一種終身的限制與痛苦。當大樹30歲嘅時候，他最想做嘅一件事就是掙脫這個支撐架。過度犧牲、不肯放手嘅父母就成了呢個長大後嘅仔女最想掙脫嘅支撐架。你用你嘅操勞將自己一世嘅生活全部抹殺掉。你唔會有自己嘅愛好，唔會有自己嘅朋友圈，你嘅世界裏只有仔女。當仔女30歲，事業有成時，他們回頭看你，看到嘅不是一個強大、明亮、有自我嘅父母，而是一個卑微、蒼老，只會圍着自己轉嘅影子。人生嘅弱點在於，我們很容易去愛一個散發着陽光、有自己生活樂趣嘅人，但係我們好難去敬重一個完全失去自我、只會討好我們嘅人。你失去咯做父母嘅位，你將自己退縮成了一粒塵埃。仔女對你也許有憐憫、有責任，但唯獨沒有人格上嘅敬重，沒有敬重就沒有真心嘅孝順。所以易經家人卦教導我們做父母，最重要嘅是守住自己嘅位，不越位、不代勞、不無底線犧牲。當你有自己嘅精彩生活，有自己嘅清淨心，你才是那一輪照亮家庭嘅暖陽，而不是一團讓仔女想要逃避嘅陰霾。這就是飛哥生前常常叮囑老人家要參透嘅第二重家庭因果。其實即使是精研易經、看透世事規律嘅國學大師，在面對最繁雜、最微妙嘅親子因果時，已同樣會有身為凡人嘅遺憾同淚水。岑日飛先生生前曾經喺佢嘅分享入面非常真誠，甚至帶有一絲悔意咁透露過自己同女兒之間嘅一段往事。飛哥後生嘅時候喺香港嘅新聞界同文化界非常活躍，佢每日又寫好幾個專欄，又做電台主持工作，忙碌到像一個旋轉嘅陀螺。對於當時嘅佢嚟講，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一切。有一次深夜，飛哥正坐喺書桌前為第二日報紙要發表嘅專欄文章而通宵寫稿。當時交稿嘅最後限期迫在眉睫，佢正喺度苦思冥想，大腦緊繃，得像一根一觸即斷嘅鋼絲。就在呢個時候，佢年幼嘅女兒手裏捧着一幅自己畫了幾個鐘頭嘅彩色蠟筆畫，興高采烈咁跑進書房。細路雙眼閃着光，一邊拉着飛哥嘅衣角，一邊用稚嫩嘅聲音話：爸爸，你快啲睇下，呢個係我今日畫嘅。我哋一家人有爸爸有媽媽。然而當時嘅飛哥編寫稿件受阻，內心極度煩躁，佢連頭都冇抬一下，甚至沒有看一眼那一幅畫，就有些不耐煩咁揮了揮手，將女兒推開。去客廳同媽媽玩，爸爸正喺度講稿，千祈唔好嚟打擾我。女兒聽到父親冰冷煩躁嘅語氣，眼神裏嘅光瞬間熄滅啦。
他默默收回了自己精心畫好嘅紙，捧着他一言不發咁退出了房門。當時嘅飛哥沉浸在工作嘅緊張感入面，很快就忘記了這件小事。但係佢萬萬沒有想到，這件在大人眼裏微不足道嘅小事，在年幼嘅細路心裏卻成了一層悄無聲息嘅地震。女兒從那天起明白了一個規矩，在爸爸嘅世界裏，工作、事業、文章都比我重要。爸爸需要嘅是聽話不打擾，有出息嘅細路，而不是一個需要陪伴嘅小女孩。從那以後，女兒漸漸變得越來越懂事，也越來越沉默。她再也沒有拿過任何東西來敲飛哥嘅房門，也再也沒有主動向飛哥撒過嬌。幾十年過去了，女兒長大成人，像武術精英一樣放羊了學，最後選擇在溫哥華定居工作。在外人看來，她是個極其獨立、優秀、讓人羨慕嘅仔女。但係只有飛哥自己知道，他們父女之間橫着一條無形卻深不見底嘅冰河。他們每個月都會通電話，但係電話裏除了客氣嘅問候、公式化嘅健康關心，彼此之間再也沒有任何親密嘅話語。每次講話不到3分鐘就會陷入尷尬嘅沉默。有一次，飛哥坐在輪椅上，看着窗外漸漸暗下去嘅天色，內心突然升起一陣強烈嘅失落。女兒30歲那年，飛哥突然醒悟，30歲注定嘅親子關係，其實就是他們在過去30年裏親手建立落嚟嘅冷冰冰嘅習慣。你年輕時用冷漠推開、忙碌對待細路，細路就會在30歲時用同樣嘅冷漠、推縮和客氣嚟回報你。因果循環，天道成父。你不能怪仔女不夠溫暖，因為你從來沒有教過他什麼是毫無防備嘅溫度。但係大師與普通人嘅差別就在於飛哥懂得意經理變化嘅力量。親子關係雖然在30歲時定型了，但是這並不代表這段關係就是一塊永遠無法融化嘅生鐵。易經講，動則變，變則通。如果我們作為長輩，只是一味坐在高位上抱怨仔女不夠孝順、不夠親近，這段關係就永遠是一潭死水。想要融化幾十年嘅冰河，做父母嘅必須主動放下身段，先去敲破第一塊冰。於是就一個安靜嘅夜晚，飛哥撥通了溫哥華嘅長途電話。這一次他沒有像以前那樣例行公事般問你食咗飯未，那邊天氣點樣。飛哥對着電話真誠，甚至帶有一絲襯到咁，睇起了幾十年前那個深夜書房裏那一幅被他親手推開嘅蠟筆畫。飛哥在電話裏對女兒說了一句遲到了幾十年嘅道歉。女兒，當年爸爸太自私，太自以為是，爸爸推開了你，那是爸爸一生最大嘅遺憾。電話那頭瞬間任由嘅是一般嘅寂靜，隨後是女兒在太平洋另一端壓抑嘅幾十年終於爆發出嚟嘅哭聲。那一晚幾十年積壓在女兒心頭嘅委屈、憋屈同防備，在父親這一句真誠嘅道歉聲中徹底融化了。這就是飛哥用自己嘅遺憾給全天下所有老人家上嘅一堂最震撼嘅生命課。親子關係就像一盞燈，它冷了多年，不要緊30歲注定嘅冷燈，也並非無藥可告。最怕嘅是做父母嘅一邊埋怨仔女不夠體貼，一邊卻抱着長輩嘅傲慢，抱着道德綁架嘅借口，死死不肯低頭。當你願意放下傲慢，主動承認自己當年在教育中嘅越位與缺失，主動把那份被你推開嘅溫度接回嚟，奇蹟就會在這一瞬間發生。這就是飛哥用自己嘅生命、遺憾
教給我們晚年最重要嘅親子破冰智慧。所以已經大智慧常常溫和咁勸導所有老人家，晚年最要緊嘅修行就係學識安靜退場嘅智慧。好多時候，我們作為父母，之所以在仔女30歲之後依然苦苦去追逐、去打聽、去干涉他們嘅生活，本質上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嘅恐懼，我們害怕衰老，害怕被輸入，害怕自己在這個世界上變得無足輕重，所以我們用不斷嘅勞動、不斷嘅付出，甚至不斷嘅委出嚟試圖留住仔女關注嘅目光。但係這種苦苦嘅追逐，在仔女看來，往往成了一種沉重嘅負擔同無形嘅壓力。你追得越緊，他們逃得越遠。飛哥用他那坐在輪椅上81載嘅傳奇人生，給了我們晚年生活最好嘅指引。他曾經在生前最後嘅專欄文章入面寫下了5個字，叫做福向淡中。求飛哥這文章度寫到，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來，淡然而去。睇庭前花開花落，隨天上雲轉雲舒而言之得，正是淡趣。這段充滿智慧嘅話，其實就是對我哋晚年親子關係最好嘅啟示。晚年親子相處最高級嘅智慧，不是好苦苦追逐，而是用優雅嘅消失嚟代替卑微嘅追逐。所謂嘅消失，不是冷漠，不是斷絕關係，而是一種高貴嘅放手。當仔女30歲，有了自己嘅家庭同規矩時，我們做父母嘅要主動退到幕後，不要去打聽他們嘅收入，不要去插手他們嘅家務，更不要去用我們嘅過度犧牲去讓他們感到內疚。何須把仔女當成普通嘅親戚，客客氣氣，有禮有節。當你不再試圖去控制、去依賴、去用苦情角色去綁架仔女時，你才是一個散發着溫暖與智慧嘅長者。這時候奇妙嘅事情反而會發生。當你在仔女嘅世界裏優雅咁消失，保留你自己獨立嘅生活、自己嘅清靜心事，仔女反而會因為沒有你情感債務嘅壓迫，而在內心深處升起對你嘅思念。他們會主動打電話過嚟，會渴望回到你那充滿茶香同陽光嘅客廳，會渴望聽聽你安靜睿智嘅叮嚀。晚年生活是一場回歸自我嘅修行，你一世都在為仔女活着，家陣是時候卸下支撐架，為自己好好活一次啦。去喝一杯淡淡嘅清茶，去看看大自然嘅雲捲雲舒，學會適當嘅自私，把自己嘅健康、快樂與清靜放在第一位。當你有自己嘅小天地，有自己嘅生活樂趣時，你就是家庭最好嘅風水。你嘅自重、自愛與明朗，才是留給子孫後代最頂級、最深厚嘅福報。辛苦了一世嘅老人家，放下執念，放開手，今晚關上房門，安安靜靜、安安穩穩咁睡一覺，守住你晚年嘅清靜，你嘅晚年生活一定會越過越順心。感謝大家在耳邊相伴，越聽越順心。我哋下期再見。